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来讲，假会变，假卖会亏死。这意思就是讲，有的人的个性也是讲惯势，永远拢袂改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魁，魁星的魁，读科尾魁第5条，某人读做魁，有一寡台语字典解说这日读做魁第1条，意思就是一方的器具，也就是魁星。因为较早有用叶子叶做的，某人解说讲是叶子星，亲像是魁星形的汤，或做魁星岛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葵，这是菜甲花的名，像讲向日葵，咱即嘛讲日头花，某人讲是葵花。另外，雪葵花，某人讲是一丈红，魁星有人讲是葵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葵花，这是菊仔科向日葵属。规年冬天拢会开花，草本花栽会向日头，则号做是葵花、日头花，卖当食或者是讲摕来饮油。第二个词读做魁星，咱头前讲到这是一方的器具，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你来游览，带大家去欣赏日头花，规山坪拢全桂花，规个黄艳艳足迷人。也毋过天气淡薄仔热人，里长真大心，送予每一个人一支魁星，会当热日兼下风，实在真凉适，大家拢满面全笑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葵，另外一个音读做魁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